古时人多，天上的殿的多，也说了，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写法说了，也是说了，但是现在如果你反对这个，你就要考虑，因为你反对亚伯拉罕的上帝，你反对摩西的上帝的道，搭配成为亚耶法，你要考虑哪里？你们要考虑哪里？你们所说的这个上帝没有上谕了。真的，这个是真的。按照那个上文字，按照是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上文字，这个上帝上谕了，他上谕的时候，那你无法跟他反对。那这个他的儿子是上帝，道是神呢。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在主与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呢，道就是神呢。那我们把讲的话，这个道就是神，他当了神呢，不是在耶和华的时代，就从那个以前在诗篇那里已经有个证明了，那个是什么诗篇呢？那个是什么诗篇？诗篇第45章，第6节到第几节，我们要看这个一下吧。那他们那个教会那里说了，没有上谕了，那个不是亚伯拉罕的树，那个就是随便造的树。亚伯拉罕那个不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呢。树你们准备好，你们哪里多做破坏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这个被称为埃利亚，就是要报复那些人都推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做的不好，对他不好。诗篇第45章，我刚才说几章？诗篇第45章，应该是第6节，第7节到第8节。你喜爱公义，很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希腊用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模样，正像荣贵的香气，胜过高你的同伴，用希腊用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那这个上帝就在那个宝座上，就有另外一个上帝，就是摸他，用那个油，我们就是在这里来说油刷吧。那上帝起来，然后起来就是我是他的，我举个例子，我是他的儿子，就是那这个就是从以前就已经宣布过了。已经有过2位上帝，那他们那里说了，以神教3位的都是错了。在这里，上帝已经说定了他的那个命令呢，他儿子也是上帝，他这个儿子来过的时候，就是要去配拆掉了。因为他愤怒的时候就这样子嘛，他说了，今日我生了你，上帝呀，你的宝座。我们要看一下有那个法语圣经，在这里就说清楚了，有2位上帝。那这个就是就证明你们那个3位一体一神教那里都
是魔鬼的教导，从那个魔鬼那里来的，以神教是魔鬼的，因为另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蛋啊，另一个就是魔，给它魔药嘛。我们来画一下，诗篇，那个是多少？诗篇第45章7节到6节。稍等一下，这个在这里就是第6节到第7节，对。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又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不好意思，就是用喜乐又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意思就是那个要对他比较好，就是在这里来说要说那在这里有两位上帝，另一个就是给他谋要诗篇说了有2位上帝，那你怎么办？对这个3位那你知道了，你们哪里的就是那个魔鬼的教导。我们不想讲新约，我们就是讲那个旧约，就在这里就发现了有2位上帝，你还敢反对这个吗？我们来画一下，然后你下一次要考虑，不要随便反对。你信的话就你先烧洗礼吧，好吗？就是那个明年的那个洗礼，2026年的那个洗礼，你要登记你的名字，这个就比较好，这个就是真理嘛。我们画一下，这个是他的宝座。在宝座上有人坐，这个就是至高者的儿子，就是这个说实话我不会画，这个就是至高者的儿子。那在这里呢，还有另一个上帝，就是他的父亲呢，他站起来，他就是那个带油，那个油就是在地上，然后他放那个在他那个儿子头上。那你怎么说？这两位上帝是一位呢？那个你怎么如果你看不见的人也知道了这个是2位上帝，那个那在这里画就是主证明呢有2位上帝，按照那个诗篇也是有2位上帝，那这个就是证明呢天父耶和华已经愤怒了，那他跟那个谁条件离开了，就这样子。大姐姐说这个就是做证据，他就跟那个摩西的律法又离开了。那他说过了，按照那个以赛亚书那个我就是意见你们先从他中间离开吧。这个就是那个
一枝花，就这样子嘛。我在这里就是给你做证明呢。有2位上帝，在这里我们在做证明下，还按照那个旧约有2位上帝，我们在做证明呢。按照那个新约也说了有2位上帝为什么？因为天父耶和华他说定了他不会死，可是这个上帝的儿子他说过了，他已经死了。那这2位上帝怎么一模一样？然后上帝说了我不是人呢，然后会说谎或者人子，然后会后悔。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上文字，他们是2位上帝。我们要读一下那个上文字，我们看一下这个话吧。那个在哪个？我们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第4章，启示录第4章。启示录第4章第10节到第11节，第10节到第11节。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主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就是那个坐在宝座上，就是有把他们的那个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被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意思就是什么呢？那这个创造者就是对我们说，他是永远的，他不会死。可是那个上帝的儿子他说过了，我死了。那他的儿子也说过了，我已经死了，他是人子我们要看一下他已经死了，也是启示录。我们快一点读这个，我们怎么看这个？我们查一下吧。我们怎么找那个？启示录第1章第18节。有，我们就是看那个前面往前读一下吧。他已经在天上的殿那里说这个启示录第1章，稍等一下从那个第13节到第18节。当在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又手拿着七星，从大口中出来，一把两人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翻滚。我一看见就不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
有时呢种祸的，我正死过，现在有祸了，我就问你一下，如果说这个人子他正死过，那个天父耶和华在那里正死过了，因为按照那个上文字，那个天父耶和华永永远活的，他不会死。可是呢，这个上帝的儿子说了，我曾死过。假如要我说了，我曾死过，那一定不能比他们亮。如果你们能比他们亮，你就是魔鬼的。不要再跟他们那个与同在呀。如果你还继续跟随他们呢，就你准备好受到那个结果。在这里那个情况非常非常明确，不要比他们俩。另一个会死，另一个说了我真死过。如果你敢说天父耶和华也是有说，我不知道你怎么征服他们俩。如果他们加起来，他们那个两个人的那你们就说了这个天父耶和华也会死。魔鬼敢说这个，就是魔鬼二位一敢说这个，他们会说天父耶和华真死，因为天父耶和华说定了我不会死。非常非常明确。那在这里就是那个证明呢，那个三位一体和一神教都是错了，就是假的。他们我不想来说那个圣灵呢，因为有说的在你们中间那里有说的天父耶和华相当于儿子相当于上帝呢，在这里就做证明呢，所有的教导就是赐给你们都是错了，就是你们那个宗教领袖那里都是来自魔鬼。你们以神教或者三位一体或者上帝父亲相当于儿子相当于上帝，都是魔鬼的教导。就以神教和三位一体就是给你们证明你们那个教导是来自魔鬼。是有的人多敬拜那个就是魔鬼的孩子。你们看一下你们做什么？我已经赐给过你们那个证明了。在这里话非常非常明确。另一个正死过，另一个永永远活。谁教过你们这个？那个儿子说定了我正死过，在那里天父耶和华说了我会死。那你们那里先看一下你们怎么做分管的。说实话，这个儿子这个是下一次的那个证明了。这个儿子说了我是人子，可是天父耶和华说了我不是人呢。但是有时候是人呢，你们怎么跟要比他们俩一模一样？我们看一下这个证明呢，我们找一下吧。要说应该在提摩太书那里，应该是在那里。提摩太讲书那个在哪了？我们往回去一下。我们提摩太讲书，提摩太讲书。应该是第2章第5节。
第2章第5节，应该是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5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呢，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将士为人的亚胡书啊，乃是将士为人的亚胡书。我们看另一个书，在这里就是刚才是提摩太前书，也是提摩太前书，也是第2章第5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将士为人的亚胡书啊。可是我们看到了天父耶和华的话说定了，我不是人呢，为什么你们那里跟要比他们一模一样？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19章第19章民数记那个在哪了？我找不到了。民数记应该是第23章19节，对，第29章第19节，因为我读神夫人比不是说谎，也非人子比不知好坏。可是有说了，我是人子，为什么你们要比他们一样，是一模一样？你们怎么要比他们呢？一模一样？那你思想就是魔鬼的思想，就是你是来自魔鬼。那你对我说为什么上帝的上文子说了，如果说你看见我，就是你也看见他。对，他的儿子就像他的那个父亲的脸，这个就是逻辑嘛，正常的嘛。你看见我也是看见我的父亲，这个有什么错误？在那里有什么错误？他们就是在那里他们一样，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一样了。因为要说做事情的话，就是他那个父亲的说，就是他听他那个父亲说的，他们就是那个形式一样工作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他那个天父要发在远的地方那里，那就是那个正常的。他说了，我们一样那个脸一样嘛。为什么这个就是好像呢？艾利亚后要说你一看见艾利亚的话，就也看见那个要说吗？要说被这来了，我一直在这里说这个句子一句话，就这。因为艾利亚后要说是一个人，我们多像我们的那个天父亚法。那这个话就是给你们证明呢，上帝是上帝父亲是一位那个上帝父亲是一位上帝，他被称为亚耶法。那个儿子就是那个儿子也是一位。我最低的那个证明呢，就是我们先去天上的殿那里，一到了天上的殿那里，就他们俩有区别，他就是那个要特别复杂。那要说
真的话是上帝。那我给你们证明了，在西边那里，我们看一下，但是另一个上帝跟大父亲不一样啊。启示录第5章，启示录第5章，从第1节开始吧。技术员呢，非常，我看见做宝珠的有手中有书卷，另外都写着字，有基因分样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水被展开呢，书卷解开呢，基因呢，这个就是天父亚法嘛。大声宣传说，有水被展开呢，书卷解开呢，基因呢，在天上、地上、地下没有能展开、能观开那书卷，因为没有被展开、被观开那书卷的，我就打过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过看那有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跟大衣的上那一张开那书卷，解开那基因。”你们看到了，这个就是那个天父亚法的照片嘛？打在左边，谁会展开这个书卷的？在宝座上就是我代表我天父亚法。在第6节呢，我又看见宝珠与死我无兵长老之中，有羔羊真理，像是被杀过的，有犄角、鸡羊，就是神的麒麟，分在将往不降下去的。这羔羊将来从做宝珠的。有手里拿人书卷，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那里有这个，这羔羊会拿走了世界的罪恶。约翰福音第7，然后我们比较快一点找这个，有的事情我们太难找那个上文字。约翰，约翰福音第1章应该是第23节，稍等一下。第23节到24节，应该是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不是，不对。说等下我继续找。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这个是上帝的羔羊，我们从这里我们找办法一下。刚才我说29节不是23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29节，我们读下这个。次日，约翰看见耶和华来到
到那里，就说干了神的羔羊，主去世人的罪孽恶的，这个就是那个这个羔羊就是那个羔羊在启示录那里，就是亚霍书啊，就是那个刚才是启示录第5章，启示录第5章那个在哪了？启示录第5章，第几节？第6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真理，这个就是有说，像是被杀过的，因为有说我们刚才看过了那个，就是有说第7节呢，这羔羊起来从坐宝座的，有手里拿了书卷。他就拿那个在，这个就是从那个打那个父亲手上那里，他把那个拿过来，你怎么敢说不是电影呢？这个就是说谎的。那个主在宝座上是别的，然后要说是另一个人呢。如果要被在那个坐在宝座上，那这个儿子如果要被打的那个父亲的话，他们俩就有区别的。那有什么情况？就发生什么情况了？那我们在这里就是看到了有2位上帝，这个也是从那个天上的天那里，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确，有2位上帝第8节呢。大金拿了书卷4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上满了香的金炉，这像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就祈祷了嘛，然后匍匐了在他面前，就是在那个羔羊面前四活物和24位长老都匍匐的，然后如果这些东西多在了，就是祈祷的意思。那他们多祈祷了，那他们要说配敬拜了。那这个就是在进父亚法面前展示了，要说配敬拜了。我们念一下这个，由于那个法文上经呢，也是启示录第1章第8节，启示录第1章第8节，启示录第1章第8节。第5章，第5章，继续那里不会把我。他既拿了书卷4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跟那这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是像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像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就各拿着金和上满了香的金炉，这像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圣徒的人带这些东西都就是要祈祷。如果说他们夫妇的话，这个就是祈祷。那按照这个启示录第5章第8节，在这里放好了，说定了，要说是一位上帝，然后要祈祷。重大，那在这里就是有2位上帝呀，除了这个一位都是假的，就是魔鬼的教导，都是
这杯锅要说比他的那个天父就是那个他的父亲呢就小了，那天父耶和华更大，天父耶和华就伟大的，然后要说我们就是那个还给他这个荣耀，这个就是那个艾利亚的人物，我一定做到这个，荣耀一定要还给他。时间到了，要把他们拆掉了，我会把他们拆掉。这个就是配称为艾利亚。如果你们不知道了，那你怎么拆掉？我就是跟我天父同在，我将做到这个，我答应了，我就到这里结束了。有2位上帝，我就是答复过你们，那你们信的话就要决定那个受洗礼，你所少听的，你所说的少听少看的，你还敢模仿吗？你还要讨这个吗？要讨教吗？你应该你要悔改。如果你不想丢掉下地狱，你先当进你的名字，为了下一次的洗礼，荣耀归给你天父耶和华。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按照你的话，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教训他们你的道，永远荣耀归给你。你祝福这些花朵，为了他们哪分出来这个就是爱。你先教他们，为了他们回头寻找你。我求你，为了你用你的圣灵呢，然后会带人过来，然后他们会听懂这个教导，就是艾利亚带来教导，想让他们所有的灵魂，就是那些灵魂寻找拯救的时间到了，为了报复时间的那个吹灭到了，我就没拯救那些灵魂呢，应得的你的拯救，因为你这些话都会拯救他们。我知道了，奉耶和华的名字，哈利路亚，阿门呢。那我祝你们好，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呢，为了下一次的那个教导再见。